特朗普上台之後咧，除咗搞出一個關稅笑話之外咧，就而家最近咧就係可能上咗腦啦，覺得所有中國學生啊或者外國學生都係賊，咁咧就要哈佛大學咧停止招收國際學生。咁哈佛大學其實咧個國際學生佔20幾個%，收入都算大嘅，但係哈佛係咪冇咗國際學生唔得咧？亦都唔係。但係為咗維護呢個學術自由同埋哈佛嘅尊嚴咧，其實咧呢個係必須要做，所以哈佛咧就向波士頓法庭申請就禁制令，而波士頓法庭咧亦都頒布咗禁制令，禁止暫緩執行特朗普嘅命令。咁好多學生就覺得呢個係告一段落啦，舒一口氣。但係特朗普隨即講咧就係咩咧？一個唔係由民選產生嘅法庭咧係唔需要遵從，係冇權干預。咁即係話呢個層面咧上升到咩咧？特朗普就向司法挑戰啦，就唔單止係向哈佛大學。嗱，其實咧哈佛大學咧個背景大家唔使講，知道好雄厚啦。根本佢有好多任總統，超過10任總統都係哈佛大學出身嘅，亦都係一樣嘢。好多總統啲仔女都係入到哈佛大學嘅，個個都認為入哈佛大學為榮。甚至最近有普林斯頓啊，其他啲長春藤嘅大學話，如果哈佛唔得，係願意招收佢哋啊，佢哋嗰啲學生都唔願意去。好啦，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好多呢啲總統啊或者名人嘅仔女都入咗哈佛，但係原來咧特朗普及佢家族咧都被哈佛大學拒絕入學。呢一個咧反映到特朗普咧好多時咧公報私仇啦，或者記仇心理好強咧，邊個唔妥過佢咧，佢要打擊邊個。呢一個人做咗美國總統咧，係美國國民衰落嘅一個好明顯嘅轉捩點。好啦，究竟而家特朗普做呢個行動發展到話連法庭都唔使遵守命令嘅話咧，究竟得唔得咧？公然挑戰咧，其實咧呢個後續會影響整個美國嘅司法體系嘅。嗱，美國啲法官咧好多時咧都由不同嘅黨派選出嚟，譬如你係民主派嘅時候，民主黨你就會任用親自己啲法官。咁所以其實美國法官嗰個中立性咧係咪真係咁咧？事實亦都係有一定嘅存疑。儘管好多人講美國講嘅時候對自己有着數嘅判決就係話法庭公正，對自己冇判決冇着數嘅時候就法庭唔公正。呢個特朗普係最常用嘅，好多美國總統咧都礙於面子啊，或者嗰個君子面孔唔想即時施暴就唔會去咁做。但係特朗普係真小人，佢就唔怕去咁樣做。但係我睇出呢一個咧就影響一個危機。特朗普咁嘅做法，連法院佢都挑戰。究竟將來發展到喺國際局勢，譬如佢啲盟友佢又得罪晒，會係點咧？嗱，我自己個人其實幾擔憂嘅。嗱，點解咧？因為而家佢當權，根本冇人可以制止到佢，除非你話通過彈劾，跟住2/3人咧投票國會罷免佢，但係嗰個機會係好微好微，幾乎近乎零，即係好少。除非彈劾咗，有啲人就自願就因為彈劾唔好意思啦，咁黨逼佢去下台之外咧，特朗普呢個人咧唔打到最後咧，佢都唔會下台。好似上次競選失敗，你都知道佢慫恿啲人去衝去白宮都一樣，佢都做得出。咁將來喺國際局勢上，佢會唔會咁咧？其實我啲擔憂。有人問，最終會唔會特朗普會動武咧？對某啲國家，甚至可能對我哋國家中國動武咧？其實講真句，我唔排除呢個可能，因為佢一個狂人去統治咗一個咁大嘅國家，可以隨時動用咁大嘅資源。唔排除實現一失驚無神，即係白宮撳個掣打啲核彈出去都唔定。但係可能有啲人覺得我危言聳聽，我覺得呢個可能係低，但係唔等於冇。佢同邊個動武先咧？我哋唔知。借啲熱擴大個動武範圍係點咧？我哋亦都唔知。但係唔排除佢係不理性地用武力去對付一啲國家。咁樣會觸發到係咩咧？除咗呢個咁嘅關稅會令到世界震盪嘅話咧，可能觸發到另外一個政治、軍事、經濟嘅危機，真係將世界嘅經濟咧帶入一個好低谷。呢個可能我危言聳聽，但係我係有咁嘅擔憂嘅。你知道好多皇帝初
上台之前就講到好，到上咗台之後就誅殺所有人。你諗啦，第二次大戰希特勒，希特勒係民選產生，佢表面上就好受啲人崇拜，亦都覺得好好，到最後佢就發動世界大戰。咁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小心啊！而家美國經濟，佢甚至佢財長，甚至好多美國大基金經理都講，美國如果咁搞落去，陷入衰退係必然嘅事，咁會影響全球。咁我覺得大家咧唔好沉醉於最近嘅反彈啊，或者乜嘢去輕率投資。我覺得而家嚟講咧，保本保存你嘅實力咧就最重要。儘管啲人點樣氹你話喺股市上啊，呢樣又上啊，樓又會起啊，呢啲我就覺得喺局勢未明朗之前，最好就唔好喐。好啦，又講翻一個題外話。最近好多大學咧就話如果哈佛啲人嚟唔讀，我哋免試即刻招收你。咁第一個就係我哋香港科技大學啦，跟住其他大學都要效法啦。咁當然有人贊成係咁樣做可以吸納到人才，但係呢個好表面。點解咧？我去讀哈佛啊，我讀世界第一學校，我點會走嚟科大啊？點會走嚟你香港大學啊？呢個咧正面就話我哋好主動去吸納人才，負面嘅就俾人話抽水。我覺得咧，其實呢樣嘢咧，我唔認為咁主動出擊係好事。咁當然咧，至於點樣公眾評價就公眾嘅事，但係事實話俾我哋聽，就算普林斯頓大學、士丹福大學向我現時嘅哈佛大學學生招手，佢哋都唔會願意去轉校。咁你就可以知道，如果相對我哋嘅科技大學、香港大學、中文大學嘅吸引力夠唔夠普林斯頓同埋士丹福呢啲大學咧？如果唔夠嘅話，就自己諗一諗咯。咁我覺得總括講，呢件事件會爆發到美國嘅內部管治危機之餘咧，逼到特朗普發癲嘅機會咧係好大嘅。我覺得大家都要小心為上。多謝大家。